外教学，在外面住1天，你可以帮我看看我的东西有没有少带。我来看看。哦，牙刷牙刷 ，OK。牙膏，牙膏也有带。衣服，默默，你的面帕呢？彤彤姐姐，我少带了什么吗？我说面帕就是毛巾。哎呀，真的没有哎，怎么办啦？啊，猫猫，你不要紧张啦，我去帮你拿。可是默默啊，你是去校外教学，又不是去服装秀，带这么多衣服要做什么？因为我想穿给同学看嘛。猫猫，你带那么多东西，包包装不下呀。我觉得你穿这一套很好看，不然我们就带这一套就好了。有了一套衣服，牙刷牙刷、牙膏、牙膏，还有其他的卫生用品，可以了，帮你装进去。好吧，听你的吧。牙刷牙刷，牙刷牙刷。妈妈，你有带牙刷吗？有啊，我有带牙刷那你有没有帮我带我的牙刷？我忘了。牙膏、牙膏、牙膏、牙膏。妈妈，牙膏用完了，你可以去买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要买什么牌子的耶。算了，我自己去买好了。彤彤姐姐你好乖呀。面帕、毛巾，面帕、毛巾。妈妈，你明天不是要去住同学家吗？牙刷牙膏、面帕都带了吗？我找不到我的面帕。就在那个白色柜子下面第2格有一条新的面帕。白色柜子，我知道在哪里，我去拿。牙刷牙膏、面帕，小朋友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老师。